谢品玲，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早参观台湾医疗科技展览，和立法院院长苏家全，也有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共台。郭文德伫咧参观单位了后，嘛接受媒体访问，带大家来关心上新的现场。不会的，那个。他早上联访也没有说意见不合啊，还好啊，不讲过吗？不可能10件都有，10件有5件就合作那5件，他不能合作就先搁着，这不就这是一种处事的方式，我觉得这还不错。所以所以我说我现在跟人家都不会有冲突，你就没有正义的不能走，那有正义大家先各自干，各干各，那就解决掉了。韩国瑜昨天说你跟赖清德跟韩国瑜昨天说你是韩国瑜说你是昨天你跟赖清德是被霸三兄弟，跟他一起是被霸，被民进党的网军霸凌。我比较无辜是什么？你知道？我又没有选总统，也要被打。但2个要选总统，那是叫预期的风险嘛。像我这个没有的话，还被打吗？你们3个的确是最常被霸凌的3个兄弟。没有的，赖清德很少了。他就是包含说赖清德是初选的时候，然后后来是你，现在是他。那这个就是这样嘛，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只要出头就会棒打出头鸟，对不对？所以你想要当选？没有，其实我跟老实讲哦，他要不是去选举，他跟我平常以前交情也不错。所以现在是搞没有搞恶啊，就是没有啦。其实啊，我这样常常是这样的，把这个政治摆一边，朋友还是朋友嘛，对不对？因为王金平早上说要帮韩国瑜站台这件事情，就算有些人就是站了台，也不见得有那个心，感觉好像王韩之间还有一些心结没结。他不是说，我看他不是说他支持他当市长吗？但是他后面就对，后面就是不肯讲啊。哎呦，我感觉就是，像是如果是这样，就说好啊，谢谢你支持我当市长，后面就不用讲就好了啊。领先我需要，其实人生有时候想开一点，很多事情就没事了。现在蔡壁如早上在广播说，断言黄国昌选不上，要大家把票投给民众党。他说投给实力是浪费票。像这个就是没有必要讲了，这个吧，有给攻击性。倒是讲的，我觉得实力应该把黄国昌排第一，这是比较以朋友的立场是应该这样，但是实力有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嘛。但是我就觉得他风险实在太大了。但你也是讲蔡壁如没必要讲的，是不是也包括了就是0到6岁？他昨天又在强调说郭董的0到6岁是口号，现在是不是跟郭董越来越意见分歧？没有啦，其实是这样的哦。其实老实讲哦，一个政策的真的从口号到从提出来到实现哦，那条路蛮长。我刚才讲过嘛，裁员这个问题嘛，要先讲裁员，对啊，要不要排户？这一排户下去就开始是谁是受益者，谁没有被受益。再来就是要不要政策引导作用，会不太赞成说直接6万块就寄到家长的户头，就算寄到家长户头，是要寄给爸爸、寄给妈妈，还是寄给阿公？单这个就有得吵。所以我会发现，你知道哦，其实政治上最难的还是执行力，就是说口号一回事，但是要怎么做，那才是问题耶。像他按照为什么体育局当初的公文要行文给5位的谢系艺人？为什么体育局当初要行文给5位谢系？我昨天回家看扣一节很有趣，3立跟民视完全没有在讨论杨惠茹，然后都在讨论那个什么杀死案。那你转到那个中视、中天，哇，全部在讲杨惠茹，我都觉得像这个就典型的所以叫同温层的，那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卡达乌熊马在为什么说？那就是谢系的。但阮觉得谢系有居中心？不是的，他们就是所以他们就是朋友嘛，就是。但蔡壁如说卡成杨惠茹案是民进党自己嫌票多，在搞内讧分赃，你怎么看他这个说法？没有，他是被检察官，没有那个叫黑狗报恩的故事，以后实在是。杨惠茹但阮昭雄说他不是谢系，你觉得这个是切割？阮昭雄不是谢系，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谢系。对啊，现在其实谢长廷离开台湾以后，整个谢系很急速的萎缩，这是事实啊。所以你觉得现在是民进党已经是从切割卡城变成切割谢系？没有啦，其实老实讲现在所谓的谢系也，因为谢长廷离开台湾以后，他真的没有在，就是说他们以前还有
同事的情谊嘛，但是那个关系的确比以前淡很多，这是事实的。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希望更清楚的描述。你没有清楚，我跟你讲，我单单那个幼稚园要怎么做，就搞了2-3年才想出那个2到3岁可以 overlap， 可以重复的，可以 overlap。我还是那一句话啦，其实政治最难的还是执行力。杨惠如靠标案赚大钱，杨惠如靠标案赚大钱啊，然后包含有9个字就拿下1000万标案，然后还有一些标案的补助是北市体育局也有付钱，那这部分之前有察觉到吗？有啦，我都知道啊，不是这样的，事后都会知道嘛，所以这样，我昨天就讲很清楚嘛，你不要看台北市长哦。我们一年台北市1650亿的预算，加上基金预算2500亿，不见得市长每一个都盯得到的，所以有时候还是有漏网之鱼，所以我会承认的。但是，所以每次是这样的哦。但是这些为什么一个一个会被抓出来，公开透明？因为我后来发现哦，公开透明是解决这一种乌烟瘴气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尽量公开透明。就算当时没有被看的，时间久了都会被看到。所以台湾要成为一个越来比较清廉的国家，我觉得公开透明是最重要的。可是绿营的侧翼现在说，就是你公开透明你邱玉凯也领了10万月薪水，没有，这邱玉凯是领我们竞总的薪水，干激进党屁事，对不对？他说，他是不过这样的，你看我们那个竞办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因为什么要报加班费的，要报那个什么电话费，实在太难办。所以当时我们都是用预约的，说那你就讲一个数字，大家可以就这样，就是这样，没有了。所以激进党是又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晓得。上给问一下派遣吗？钻漏洞在赚钱吗？不是赚钱，大家都要赚的，就是说尽量合理一点。可是现在绿营的侧翼说，就是杨惠如也是你养出来的，针对这样的说法。杨惠如我养出来的，谁讲的？就是有些绿营的侧翼，像是那个就不用理他，哪一个侧翼？脸书有些脸书有些像是台湾之音等等之类的，他们现在呢？杨惠如我养的，天哪，这个这样你怎么看？你认为是谁养？方案1366跟何志伟说是歧视通勤族。1366大顺方案他觉得你补助啊，他今天早上跟那个许淑华和志伟一起开记者会，说你是歧视通勤族，因为很多我在外县市工作的都吃不到。就很多跨县市在3重工作的，什么意思？因为他说你的补助都补助给台北市，你过那个条件太严苛了。1366大顺。对啊，一般我们还是补助。你是说在户籍在台北市，那小孩子弄到新北去又，那其实是很奇怪的。你户籍在台北市，我小朋友在新北市在念幼稚园，这才是奇怪的。因为他们都要通勤去那边上班，然后他们要就近上班。这个就要被他对等。那如果新北市的这个来讲，像这种东西就是双北要对等，就是说如果去你那边，那你那边，所以慢慢的其实这种补助尽量全国统一，不然就是这个就是问题，也没有错。那你怎么看太迁要付财力证明这件事情？太迁要付财力证明，那这个就是被台湾人被歧视还是闹什么？对，感觉是我们被剥夺来。这个没办法啊，这个其实还是一样嘛。如果他们觉得他们不欢迎台湾人去，我们就不要去了，不然怎么办？但昨天第一时间陈思宇有发文，然后好像就被酸说后来发现这是错的，就赶快删文，算是机要。就发现不对劲，赶快逃是对的，不然还留在上面，不会吧？像郭台铭说要帮蒋万安站台，那何景荣怎么办？那也没有什么啊，这也没什么奇怪，何景荣我帮他站台就好。所以他说要再去跟郭正颖那边确认一下。不会啦，我倒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郭台铭也不可能，郭台铭在国民党内还是有好朋友啊，所以这不会，我都觉得这个蛮正常的。不过还有帮何景荣拍宣传照，这样不是等于说是踏了2条船？那人家不介意就好。那蔡英文那个蔡英文要派出鹰眼部队来监票，让年轻人去投票。民众党这边有没有什么监票的规划？其实2014年我们还有派监票部队，后来我们就。2018我自己选台北市长，我都觉得说我们是执政党，你知道，还派监票部队，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执政党还要组织监票部队，那是怎样？
怀疑自己人家在作票，是吧？太奇怪了。所以后来2018年，然后我想了老半天，最后我们就没有派监票部队了。好。谢谢。